后来今仔日开始明显来转凉，尤其是北部、东部的高温，为前2天的32度落降到27度，差5度。毋若降温阁来落雨，天气会湿凉到后礼拜一。华南有滞留锋面，提供水汽往台湾的方向输送，而且呢，随着东北风的增强，在迎风面地区呢，云量有比较明显增多，包含了北部跟东半部地区，而且呢，也会出现间歇的局部短暂雨。同时呢，在东半部地区，尤其是东北部还有花东一带，有可能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。这个中南部就无啥差咯，同款是侪云到好天，高温32度到34度。过道、山区甲外山区的平地有局部的雷阵雨。后礼拜4中秋暝也是吹东北风，风头面的北部甲东半部云卡较高，恐惊嘛有短暂雨。若是要赏月项目，爱看运气咯。